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有關退休資訊，或者邊一個城市享受退休生活，可以留言俾我。咁我哋今日睇嘅呢個盤嘅話呢，業主當初買翻嚟100零個，而家就3折出售咋。究竟係有咩吸引？我哋一齊上去睇睇。小區位於中山西區，樓下就係候機樓，隔離就有香港直通巴士、麥德龍購物廣場，仲有可以用香港醫療券嘅三甲醫院。咁樣嘅配套，無論養老或者收租都冇得輸啦。接落嚟再帶大家睇下呢個小區嘅大堂，酒店式嘅管理，入門就有管家式嘅服務，晚上返嚟有個人喺前台，燈火通明，呢啲先叫優質嘅管理。我哋再入屋睇睇呢個南向望江嘅單位，呢個戶型非常之適合業主放盤㗎，而且業主保養得非常之新，基本上冇乜點住過，陽光從朝曬到黑。同樣嘅江景樓上雅到11400蚊，而呢一套一個月只需要1000蚊就直接屬於你啦。孤之有孔明，游鱼之有水也。